今次4月2號，星期三，回歸谷草野賽。今次比較有感覺嘅就係呢場第三場。睇埋賠率之後，雖然係比較熱門，但分分鐘扭咩之後，熱門馬匹都可以開出唔錯嘅賠率。就好似右上角上次呢條影片，大熱1點幾嘅馬匹拖中腳，都有唔錯嘅回報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運用報紙嘅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呢場第三場。第三場第三班2200米草地，報紙對應第三場嘅零簽係13，嶺南初放一枝梅。純粹睇零簽呢句，嶺南就係嶺南山上，聯想到山上必然有山路，故此我好快就聯想到有山路，所以第一隻我會先揀5號快路。初放一枝梅就係第一次找到梅花，將梅花花瓣放入酒中去飲，意思為滿滿嘅梅花在酒中，而馬名當中形字為滿也，所以第二隻我會選8號盈益善。當然，經常提及嘅解讀方法，見字解字都會係今次運用。嶺南初放一枝梅，字面嘅一枝，所以亦都係好快揀到9號一枝箭。呢支簽文亦都開出過呢隻一枝箭，當時係跑第3，所以大家不妨參考下呢個數據。最後一隻提供嘅馬匹，亦都係非常淺白易明，就係10號銀駿。梅花花瓣放進酒中品嘗，當中我取解字為駿字，故此最後一隻提供機就係10號。簡單總結一下，今場幾隻熱門各有賠率，而非一面倒搏扭咩嘅情況，希望熱門可以開出好賠率。先要5號快路，然後就係8號盈益善、9號一枝箭同埋10號銀駿。祝各位朋友好運！